好啊，多謝主席。主席頭先局方都詳細嘅。我講3分鐘連問連答。OK， 好啊，多謝主席嚇。主席頭先局方都詳細咁樣講啦，尤其是我聽到佢最後就話見一個拉一個。咁我哋見到咧，而家其實成個嘅太空遊咧都有即係坊間都有唔同嘅報導啦嚇。咁啊，亦都有唔同嘅人即係會有即係去媒體度有轉載啦。咁我哋睇翻個資料顯示咧，而家情報吸食太空遊毒品嘅人數咧係300人。咁而去21歲以下咧，其實就226個。咁我哋見到大部分都係年青人。咁最主要嘅問題其實就係因為我哋立法去今年年初先至立法啦。咁而去立法之前的而且確我哋都相信有好多嘅年青人其實都藏有呢啲太空遊啦。咁我想問去局方啦，咁你哋掌握嘅數字，又或者去一啲吸毒者嘅即係住所度搜出嘅數字咧，你哋預計有幾多呢啲太空遊其實已經流入咗市面啦？當局有咩嘅方法去主動出擊，去再打擊呢啲流入咗市面嘅毒品，而去大部分嘅吸食者啦，都見到個數據顯示大部分都係年青人。我哋有咩辦法可以讓佢藏有呢啲嘅太空遊咧，去主動去放棄繳交俾當局，從而可以進一步打擊我哋去市面上已經存有嘅太空遊咧。多謝主席。好，請專員。係。咁咧我哋2月14號將太空遊列為毒品之後咧，警方同埋海關咧都已經不斷咁樣做出各種嘅執法嘅行動嘅。警方方面咧，喺2月14號開始咧，已經係搗破咗3個製造嘅工場。咁有一啲咧，相信已經係2月14號之前咧，已經係開始去運作嘅。咁2月14號之後，警方搗破咗工場之後咧，係會以危險藥物條例咧就去控告。咁相信個別嘅年青人，如果之前佢係藏有太空遊毒品，而家亦都係擁有嘅話咧，佢亦都係因為亦都係會犯罪嘅。咁但係如果佢有吸食呢個太空遊毒品問題咧，我勸佢哋都係盡快去揾戒毒機構去求助，去我哋亦都有個熱線186，係幫到佢哋去戒毒嘅。咁如果佢哋鋌而走險帶呢啲咁樣嘅毒品出街，或者係出入我哋嘅關口咧，我哋係一定會截得到。而過往其實嗰幾日海關亦都係有關口度咧截到年青人咧係帶咗1-2粒嘅太空遊毒品，都係搜查得到嘅。咁或者再有啲執法嘅補充咧，我想揾警察同埋海關嗰方面都可以邀請佢哋再有一個補充。或者黃議員應該想追問翻先。係啊，我個問題咧，重點就係究竟當局會唔會好似當時我哋打擊 CBD 咁樣，去設立一啲地點俾佢哋回收啦？又或者我哋見到有啲國家其實係槍支好泛濫，佢哋係有啲嘅計劃係讓佢主動去繳交呢啲槍支，而且冇 no question asked， 即係唔會問問題，有冇呢啲咁嘅機制？多謝主席。我哋係唔會有呢個機制嘅，因為太空遊毒品同 CBD 嘅情況係完全兩回事。CBD 當日我哋係有個回收經濟，因為好多 CBD 咧係一啲叫做嗰啲護膚品啊、食物度啊一啲唔係看似日常生活中唔會係理解佢係毒品嘅一啲物件嚟嘅。但係太空遊毒品個性質係完全唔同，佢係用電子煙吸食，係好明顯係一個毒品嚟嘅，所以我哋係唔會有呢個機制去俾佢哋去回收。好，黃議員有冇跟進？睇下執法機構佢哋對於之後嗰啲問題有冇補充啦，主席。或者下一位嚇，我哋一路應該會問到執法嘅嚇。請。